务员。哎，这一班是你的工作，去带人家怎么走，去。是我的地址。直接往旁边拖。好。商铺那里带我们到你们的那个冷冻库，我们做检查一下。刚刚船长讲的那个猪肉，就是从哪边补起的？往后面。好 ，OK， 这是我们冷冻库。OK， 好。那个商铺你们猪肉大概在哪里？猪肉这边是猪肉。OK， 好。那刚刚船长讲的是20公斤嘛？对，20公斤的猪肉。啊，补给地是在高雄买的。OK， 好，那我这边做检查一下。OK， 那等一下，请商铺这边提供一下你们高雄就是购买的那个清单给我们，好，做个核对跟清查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